叫我来啊！哇，你是他代表，对啊，你定定伫咧节目顶头拢会安尼讲啦。嘿，足高走的，专宜兰上紧的男性。对啦，宜兰走上紧的你男一百公性就是尺当走几秒？以前做选手的时阵走16倍，16倍咧，16倍足恐怖的，16倍差不多是国手的砍站啊你有做过国手吧？有入去国家队内底过。哇！但是今仔日敢若无走的物件啦吼。对啊，是我另外加那个来。你就无啦来好。无啦，那输去都要走啊啦。这个，咱孙大老爹细汉的时阵哦，一个电竞的选手啦吼，秒过哦，你的希望啦！咱家是个代表，演艺界都靠你啊，演艺界都靠你啊！我村的希望要出现啦！哦，那个迟到，赶时间，别动惊啊！全台湾的演艺界都在替你加油，哎呀，你是演艺界的代表。豆豆来，哇，孙大佬要到啊！演艺的希望啊！演艺界的代表要出现啊，无要出现啊！演